世界卫生大会 （WHA） 21会伫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哦，咱国嘛是个未受到邀请。台湾以下学生哦，佮有公卫专家今仔是宣布讲，因要组成世界公卫药学行动团，去 WHA 参加一寡研讨会，嘛要伫当地来主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，会邀请欧美的专家来做交流，望讲互世界当来了解咱台湾的医疗实力，佮有对世界卫生的贡献。 由大约20个学生组成的世卫公卫医学药学行动团，宣布因要自费去瑞士日内瓦参加 WHA 周边的会议，也会伫20在当地举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。叶志玲王树立表示，虽然咱国无法度互正式邀请，毋过望透过学生公民的力量，和国际医学界、公卫界交流。我本身有医师甲公卫师的资格，这届出团上希望的就是当建立台湾人甲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，尤其是专业之间的交流。 学生团体和公卫医师合作，会伫当地举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，邀请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等国家的公卫专家分享经验。参加的医师表示，学生的热情是互伊真感动。那这次我们出团的学生们那都是义无反顾，都是食宿自理，并且承担机票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之下，也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热血每一年继续的执行下去。世卫公卫医学药学行动团毋但会家己举办论坛，也会参加 WHA 相关的会议，加超过30场周边的活动。望透过这寡行程，培育少年人参与全球外交的能力，也互大家看到台湾对世界公共卫生的贡献。记者柯嘉轩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